我帮你报仇，你说你在这里大声说谁？我们刚开始拍的时候，我就坐在那个书画间在背剧本，然后我们制作走过去，我坐着嘛，走过去就这样，我可以摸一下吗？他就这样问我，我说哦，然后他就摸一下，哎呦，两坨肉哎。就是因为你穿那个内衣会有勒痕，然后那时候又比较胖，所以就有勒痕就勒出来，就很明显。那我跟他说没有，那是因为我今天穿的比较紧的。其实我是受伤了，心灵受伤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我要想办法让自己瘦下来。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老公吗？可以，尽量问，没关系。当时在拍戏《一家人》刚开始的时候，老婆这么胖，不是，对不起，风云，比较圆润。要风云圆润风云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的，其实我那时候体重是一般正常女孩子的体重，50几，其实很正常，只是上电视它就会膨胀了。对，这太大了。对，然后他一直就觉得我太瘦了这样。对，我就跟文心讲说，文心，男生爱讲他大口靠斑，对，你还给他洗脑，他就不吃胖。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有在经由制作单位介绍有服用益生菌的。其实我之前没有在服用益生菌的。然后之前没拍戏的时候，我都是运动嘛，然后还有配合那饮食的控制。对。那你知道拍戏其实我们最痛苦的就是除了熬夜，然后睡眠作息不正常，然后吃也不正常，常常都是宵夜伺候这样。真的啊，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会导致排便都不顺畅，上厕所也不正常，是上厕所都不正常。然后后来因为制作单位就介绍说益生菌这个，而且他说我益生菌我知道啊，然后他就说因为里面它除了会帮助你的肠胃蠕动好菌之外，它还有一些就是对可以抗那个抑制那个脂肪。对，抑制脂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新的 OS 就会这样，然后但是制作单位都这样讲，说OK， 那拿回来吃也无所谓，反正就是有益健康的嘛。所以你比小燕还早吃，我比她还早吃。我吃了之后，连续吃了两周吧，就稍微有感觉。然后吃了那1个月，我好像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大概瘦了4公斤，因为我们文心哥有胖照是不是？一哥有胖照哦，好过分。这是这边嘛，因为我这边脸比较大。然后有时候人家说，你是不是变胖？我说没有，我这边脸比较大。可是肚子怎么解释？我跟他一样嘛，我这样要给我一个我这要给自己一个对台阶下。可是好像有肚子哎，这已经不是脸大能够。这个是我当时那时候的裤子。他现在裤子都快掉下来。这是你那时候的裤子？对啊，我那时候的裤子啊。天啊！就是还有手背也是，其实对，你整个脸最明显。对，小好几号。好骄傲哦！你变纸片人了耶！所以你这样会给他很大压力。对，他那时候就一直安慰自己，然后说好，我会吃胖。所以你那时候一开始演夫妻很痛苦吧？感情应该不是太好，一直都不好。是到最后的时候感情才变好。没有啦，我觉得他用这种所谓的断食的方式，我觉得也不健康，然后其实也瘦不下来。你永远对，然后拍戏，对，而且我发现胖的时候真的非常容易便秘。我现在瘦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厕所都是很正常的。这个对我，尤其是女孩子很容易有便秘的问题，我就是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也是。对，尤其是胖的时候更难上厕所，然后再来是我们上厕所时间又不定时。对，因为我们的作息不正常嘛。对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照正常的时间嘛，吃饭、睡觉，然后厕所。对，我们常常就拍到早上。对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其实拍戏直接吃那个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然后宵夜完就接着吃麦当劳早餐。对，真的怎么可能不胖啊？对啊。那你吃完了而且你知道他每天的宵夜都吃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吃什么？卤肉饭。天哪，我们来爆料一下，黄文心每天拍戏的宵夜是卤肉饭，这个礼拜还瘦4公斤，对，因为我还蛮每天我真的不夸张，他每天拿的宵夜都是一样的，就算叫不同，他都是要吃卤肉饭。你那时候一定很讨厌他吧？蛮讨厌的，我是看他那么瘦很烦，然后一直跟他讲说我烦，他又不听。
有啊，很认真吃啊，气死我了。对，因为我知道那个电视的荧幕是会放大的，所以真的这一点我非常的坚持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瘦的时候跟胖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会觉得年纪有差。有哎，我来找一张 CP 的照片。这点真的超远。可以这个。哎呦，人可以来，人来，快看没有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你看，这 couple 哦，这 CP 哦，没有，看那个脸真的。还好你现在瘦，不然你要永远活在这个谎言之下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尽管伤害我。私底下再解决。我来看一下，其实也可爱啦，我不要再伤害我的好朋友。可爱的，可爱啊，脸胖脸这样子，就对啊，但是。30几岁还胖拎，要是那种婴儿肥是20几岁的女孩子啊，嘛某下面腰身呐，对啊腿就可爱，没有，还这什么装扮？你就是要就去遮，对，你胖你就会想办法去遮。天哪，文心哥，你站在旁边，你比他瘦好多，看来就很讨厌啊，是不是？真的好讨厌，怎么会好？真的好讨厌哦！哎，但是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新闻。刚刚不是讲说被制作嫌吗？然后这个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哦。那个时候说最胖，我不知道你好厉害找哦。对呀，这个数字正确吗？54。不好。甘味一家人的时候差不多是这个最胖的时候。然后本土女神李烨瘦到4字头，前凸后翘，荧幕上看起来消风小了好几号，效果很明显。然后有看一下这个，这个腿跟刚刚那个腿比起来超细的。手机给我。开始敢露腿了。对，你看，我觉得这个腿，这还不是最瘦的时候，这个还不是最瘦，真的假的？你看看这个腿，我帮你拿。太夸张，要爆料了，这个腿才是。这是你的头吗？我看一下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平底鞋。我跟你讲，你瘦，对，是平底鞋。对，你瘦的时候啊，你就不会刻意去穿什么去遮它，对，就是可以露的你就敢露出来这样子。对，你今天，哇，叫他。你今天是我第一次看他穿，就是比较露一点，对，比较，然后又比较贴这样，合身，比较合身的，对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这件衣服买了非常久了，我今天第一次穿。我早上还在剪吊牌，穿不进去，真的穿不进去。而且你就算硬挤进去，很勒，然后很飞这样子。我可以帮大家，对，很松，对。这件其实我都不敢穿。你说了我这么瘦，我也不敢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可能会有，就是会背出来。哦，真的。所以小燕现在身上，我可以验证，我帮观众验证，真的是，对，没有赘肉，没有赘肉，瘦到不行。现在大概46.7， 46.7啊，快8公斤。那下次合作我比较轻松一点。算一下是16.7，大概快10公斤。哪有？太夸张了。8公斤嘛，8公斤啊，都快10公斤了啊。只是8公斤跟10公斤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是当背起来就有差了。当场看到 CP 吵架。因为目前电话在满线中，我相信大家都好喜欢看到我们这个凯秋 CP 啊，就再一次站在电视机前面跟大家聊天哈。但是如果我们再这样很尽兴的聊下去哈，还是要给一点时间让大家买东西哈。所以我们先请竹婷先邀请2位先到旁边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有。好，然后营养师可以再过来一下吗？来，我们回到主持区哈。来这边，好，开水哈，走远一点。好。